傳說只要晚黑對住塊鏡叫5次糖果人，就會出現嗰味嘢。正所謂長夜漫漫，一男一女共處一室，肯定係乾柴烈火先刺激嘅啦。晚黑鹹濕保姆湊完個賤嬰兒之後呢，就叫咗佢條仔過嚟玩錯嘢，準備嚟嘢嗰陣，保姆要求條仔叫5次糖果人先准開始。條仔為咗錯嘢，毫不猶豫咁走過去，攬住佢條腰仔就開始叫糖果人。叫到第4次嗰陣，保姆突然轉身話唔記得洗白白，要條仔等下先得。條仔雖然好猴擒，但係保姆係都唔制，男人唯有坐響沙發飲翻支大啤等佢。點知保姆偷偷地自己講第5次糖果人。自從呢件事發生之後，引起好多學家嘅議論，尤其呢個捲髮女人，佢叫小李，係大學嘅靈異教授。為咗收集更加多資料，周圍走去問相關嘅知情者，認為下次演講絕對會轟動全城，就諗住走去揾老公傾下。點知去到發現自己老公好衰啦，將自己之前同佢講嘅嘢喺講座度已經討論緊。小李非常之嬲啦，決定暫時唔同佢講糖果人呢件事先。返到辦公室，小李開錄音機聽資料。清潔工突然叫聲佢，話糖果人自己都聽過。小李就攞起支筆寫低晒啲資料。清潔工見佢咁有興趣，就叫埋佢同事過嚟。同事講佢哋村就發生過一件事，有個女仔沖涼嗰陣，有人穿牆入咗嚟，女仔即刻報警。當警察叔叔趕到嚟，女仔已經俾鐵鈎刺死咗，兇手而家仲未落網。村民就懷疑係糖果人做嘅。小李覺得好荒謬，同事見咁樣就唔想再講落去。之後小李用幻燈片查翻啲舊報紙記錄，的確係有呢單離奇嘅命案，而且已經發生咗21次。小李漏夜帶齊資料去揾同事喇叭討論案情，佢發現事發地都係啲舊樓，而舊樓嘅通病就係廁所後面有條走廊間隔。為咗證實呢個結論啦，小李帶住喇叭去到廁所，攞低塊鏡之後推開泡沫隔牆，真係發現後面有條通道。佢哋認為兇手係事前埋伏喺度，所以決定對住塊鏡叫咗5次糖果人，睇見冇事發生，證明佢哋嘅推斷係啱嘅。半夜小李準備瞓覺，開燈見到係自己老公，佢心先定返落嚟，避免夜長夢多。第二日小李就同喇叭就闖入貧民村，佢哋慢慢咁行上樓梯，啱想影下對門，睇見一個黑妹拖住華秀隻狗啤住佢哋，唯有道歉轉身就走。兩個人嚟到隔離屋，喇叭話呢度就係兇案現場，勸小李快啲走。小李不單止唔理，仲走入廁所，打開鏡之後睇見確實有暗道，就攞相機影低咗，然後叮囑喇叭喺度睇水，自己孤身隻影爬咗入去。喇叭雖然好驚，但係又唔敢走開。小李一路影低現場環境，就穿過一道牆。當佢擰轉頭，牆上竟然塗鴉一個男人頭喺度，而且眼神非常之恐怖。佢仲睇見地下好多糖果，打開包裝之後仲戒雙手。原來糖果入邊裝有刀片，而喇叭呢邊已經食咗幾包煙。原來小李嘅菲林用晒，返嚟揾喇叭攞。喇叭係咁勸小李，小李先肯爬返出嚟。黑妹再次出現，仲追問佢哋係乜人。小李遞張卡片俾佢，就講明自己嚟嘅目的。見佢兩個冇惡意，就走返屋企。小李佢哋一直追喺後面，為咗得到更準確嘅消息，小李利用照顧 BB 呢一招嚟拉近關係，好快就得到黑妹嘅信任。黑妹放低 BB 瞓覺，就話自己聽到成件事嘅經過。嗰晚受害人求救，自己就趴喺牆邊偷聽，因為冇人幫拖，自己都唔敢出聲。事後雖然好多人嚟調查過，但係都冇結果嘅，因為每個都唔敢講。佢哋驚糖果人下一個對付嘅係自己。夜晚嚟到餐廳聚會，喇叭講佢哋而家查緊糖果人啲嘢。長毛佬居然話自己知道內幕，見到小李咁有興趣，佢就話所謂嘅糖果人係指黑人奴隸個仔，佢係個藝術家，有日地主佬揾佢幫自己個女畫畫，點知兩人一見鍾情，仲搞大埋個肚。地主請班人追到糖果人去貧民村，斬斷佢手腳，仲搽滿蜜糖，放啲蜜蜂針死佢。所以每次有人呼叫糖果人，佢就會出現。之後小李過嚟揾黑妹，黑妹咁啱出咗去，坐喺隔籬嘅黑仔知道小李要查緊糖果人，就話自己可以帶佢去了解。嚟到一個公廁附近，黑仔話呢度都發生過糖果人事件。當時一個弱智仔自己走去廁所，佢媽咪聽到，佢老豆就即刻衝入廁所，估唔到入去幾秒鐘，出返嚟頭髮都白晒。原嚟弱智仔血淋淋咁瞓喺地下。小李聽完之後就揸住相機走入去揾線索，入邊除咗惡臭難聞之外，梗係仲有唔少得嘅污糟邋遢。突然間走入一條兇神惡煞嘅黑鬼，小李以為阻住人哋上廁所，就講聲對唔住。
跟住又嚟多幾條後生仔，話佢哋就係糖果人，之後就捉住咗小李。小李知道班友仔喺度扮晒蟹，就試圖警告佢哋，但黑鬼睬佢都傻嘅。好彩黑仔企喺出邊見到咁嘅環境，幫小李報咗警。當時白種人比較高等，警方亦都偏袒佢哋，好快就將打傷小李嘅兇手捉返嚟。警方叫小李唔好再查落去，因為所謂嘅糖果人只不過係兇手用嚟掩飾嘅身份。小李邊會咁容易放棄？佢叫喇叭將啲底片晒出嚟之後，諗住攞去開討論大會，以為開車走人嗰陣。你見到個男人企喺度，小李就問佢究竟係邊個？男人慢慢接近佢，然後伸出鐵鈎手，講幾句咒語之後，小李竟然俾佢催眠咗。到佢醒返嗰陣，發現成身血淋淋，打開肚皮先發覺根本唔係自己嘅血。之後打開廁所門就見到隻頭，地下仲有一把刀，小李就執咗攞嚟旁身。黑妹見佢揸住把刀，以為小李就係兇手，諗住同佢搏命嗰陣。警方就嚟到之後就捉走咗小李。嚟到差館，因為自己揸住把刀喺現場，局長話就算係白人嘅身份都要好難保得住佢。小李想打電話叫老公嚟保釋，點知冇人喺屋企，唯有簡單喺電話留言幾句。好彩嘅係警方冇揾到 BB 嘅下落，暫時證明唔到小李殺咗人。老公又帶埋大狀過嚟，先俾小李暫時釋放出去。雖然面對眾多輿論，但係小李由始至終都冇講過糖果人嘅事。大狀見到咁樣，話自己都冇辦法幫佢。晚黑小李質疑老公琴晚去邊，老公淨係應付下，就話學校有事要返去處理。雖然目前好多嘢煩，不過最重要都係查清楚糖果人喺佢無從入手嘅時候，突然翻到一張可疑嘅相片。小李即刻放大嚟睇，原來糖果人喺身後出現過，仲係啱開始調查嗰陣就俾佢跟住，心諗唔通糖果人而家就喺自己廁所。小李喺度猶豫緊嗰陣，嚇到小李衝出門口，點知糖果人已經喺走廊。小李又衝返入屋企鎖埋門，諗住打電話求救嗰陣，糖果人竟然又出現喺後面，仲用鐵鈎手放喺小李個頭度威脅佢，話佢肯接受死亡就可以放咗黑妹嘅 BB。咁啱呢個時候，同事喇叭買咗菊花嚟探佢，好似知小李賴咗嘢咁。小李因為受咗傷，講嘢有氣無力，最後瞓喺地下，想叫喇叭走佬都唔得。喇叭發現冇鎖門，就自己行咗入去，仲未反應過嚟。小李就咁睇住喇叭俾人做低咗。老公返嚟嗰陣，見到小李揸住把刀喺度，小李想解釋就暈咗過去。到佢醒返嗰陣，屋企已經俾幾千個差佬包圍住，見到喇叭已經瓜咗，自己都冇話可說，因為未揾到小李嘅殺人動機。警方暫時認為佢精神有問題，無論小李點解釋，連佢老公都無動於衷，直接鎖喺病床當傻婆咁處理。就喺小李不斷掙扎嗰陣，糖果人又從天而降，同小李講幾句嘢之後，又喺床邊消失。原來係有醫生入嚟，小李係咁話糖果人喺床下底，問題根本都冇人見得到，唯有又同佢打支鎮定劑，為咗可以盡快解脫。小李唔再提糖果人，扮到非常願意配合治療，先有機會同其他人接觸，面對自己嘅罪證。小李堅決話糖果人做嘅，男人話既然你咁肯定，都要糖果人出現先得嘅。仲開翻閉路電視，佢睇翻所謂嘅糖果人喺病房根本都冇出現過。小李見到都好驚訝，對住男人嘅質疑，佢自己而家都解釋唔到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小李發現隔籬有塊鏡，佢即刻叫咗5聲糖果人。糖果人真係喺男人背後出現，仲將男人徹底解決咗。糖果人話小李已經頂替咗佢，幫小李鬆開手扣之後，糖果人就破窗而出。佢知道而家呢個情況唔可以再留喺度，佢慢慢爬過隔離病房，打暈咗護士，然後着咗佢套衫，避開咗警方嘅視線，搭住員工電梯走佬，急急腳趕返屋企嘅小李，以為叫老公幫拖，點知睇見屋企喺度裝修，仲油埋少女粉嘅牆色，萬萬估唔到老公咁快揾到第二春，自己都仲未定罪，老公就咁快揾阿二上位，小李徹底咁失望。雖然係咁解釋冇殺人，仲好愛自己老公，但係佢老公一心諗住換老婆，攞起電話就揾差佬。小李企喺大江之上，都唔知有乜打算。老公嘅背叛，同事嘅離開，而家已經冇人幫到自己。就喺佢想投河自盡嘅時候，諗到仲有一個救自己嘅辦法，就係揾到黑妹嘅 BB，將佢交俾警方，就可以證明自己冇罪。小李漏夜嚟到貧民村搜索，佢發現牆上邊畫住糖果人死前嘅景象，而且糖果人竟然就瞓喺隔籬，見到仲有呼吸嘅糖果人。小李舉起鐵鈎想解決佢嗰陣，
又俾糖果人催眠，仲帶佢回憶返以前佢哋跨世紀之戀嘅記憶。然後糖果人喺口度嘔出大量蜜蜂俾小李，可能係糖果人唔捨得，又將小李放咗。到小李醒返嗰陣，見到身上嘅蜜蜂已經唔喺度，佢慢慢行去點滿蠟燭嘅牆邊，見到自己以前個樣喺牆度。小李意識到頭先唔係發夢，啱想離開呢度嘅時候，佢聽到出邊有 BB 嘅喊聲，跟住就爬上雜物堆度係咁喺度揾。瞓緊覺嘅黑仔聽到出邊有聲，就起身望咗出去，因為夜晚視線唔好，佢就留意到鐵鈎，以為係糖果人出現，佢帶埋其他人出嚟。喺雜物堆度淋上火水，跟住點着火把，直接將雜物堆燒起身。雖然小李已經揾到 BB， 不過俾糖果人捉住咗。隨住火勢越嚟越大，引起村民出嚟圍觀。小李不斷叫救命都冇用，因為村民以為消滅咗糖果人，喺度歡呼緊。最後望到黑妹無助嘅眼神同 BB 嘅慘叫聲，小李用木棍推開糖果人，抱住 BB 忍住俾火燒，終於衝出火堆。村民見到即刻撲火。小李雖然燒到夠炭咁，但係黑妹嘅 BB 冇穿冇爛，糖果人同時亦都葬身火海之中。小李由於傷勢過重，最後都係不治身亡。老公同阿姨幫佢舉行葬禮嗰陣，村民為咗答謝，全部都過嚟為佢送行。半夜老公唔相信糖果人嘅事實，對住塊鏡叫咗5聲糖果人。小李又好似糖果人咁出現，佢而家成為咗新嘅糖果人。咁對住塊鏡做乜或者講乜會有靈異事件？你哋又有乜傳聞呢？好啦，故事亦都喺度結束啦。